好舒服啊！呢度嘅美術館咧真係 good 啊！荷花池雖然冇荷花，但係鳥語花香。因為冬天呢啲荷花呢就枯萎，咁啊等啦，荷花季就歸來啦。好舒服，好舒服個環境。好，睇完室內啊，睇一睇戶外嘅作品先。哇！呢隻浮雕嘅沙磚啊，出邊亦都有浮雕嘅作品，望下先。好嘢，好嘢，青銅嘅作品，好嘢，好嘢，好舒服啊！呢個環境。哇！個環境真係同外國歐洲嗰啲真係冇乜分別，好嘢，好舒服啊！呢個環境。呢度嘅作品咧好勁啊，唔係講笑。哇！呢度啲風格咧真係混合咗唔同時代嘅作嘅手法，有古代嘅、現代嘅、有未來嘅三種嘅風格，好嘢好嘢。加埋抽象傳統、西方嘅，有中國嘅。傳統嘅，佢係真係混合啊！好嘢好嘢！哇！呢個真係要收門票喎，真係唔收門票真係俾市民參觀，證明咧中國政府呢個縣嘅負責人都唔即係抌咗好多心機落去啊！值得推廣呢個藝術啊！呢個環保作品嚟嘅，佢係攞電子零件咧嚟砌幅圖畫，好有創意啊！創意得嚟又好環保，同埋啲顏色又鮮豔。呢啲
啲可以講係代表一啲係船啦，呢個橋啦。佢將啲橋咧係變咗係咁樣放咧，係有睇到個橋嘅狀態。咁個城市嘅始龍，呢啲可以感覺上係啲天晴得，啲天晴得，呢啲係啲大廈邊。佢用呢個電子設計出嚟咧，係用建築物嘅設計，即係城市。用呢個作品對製咗一個城市出嚟，唔錯，有深度啊！即係我冇睇嗰個解釋咧，就望一望睇出嚟嘅。哇！呢度嘅展場咧好新穎嘅，哇！唔錯，哇！好多靚作品啊！犀利，唔係講笑。收50蚊啲人，即係入場券都值得啊！我唔收，1毫子都唔收，收100蚊都要嚟睇下。唔同嘅手法，好多創意添，唔係講笑。你睇下呢張睇落去已經係簡單㗎啦。呢隻有油畫嘅創意，加埋啲山水畫撈埋一碟，真係唔講笑。呢個油畫加雕塑，好勁啊！有生命，加埋塊鏡，有時空感啊！呢個好嘢，真係越嚟越多藝術家啲創意，唔係講笑啊！哇！真係勁！哇！每一張嘅作品都有自己嘅風格，好嘢！哇！好嘢！就算重複得嚟咧，都係有分別嘅。Good！哇！真係 good！精彩啊！精彩嘅展覽場，展覽嘅作品。呢個作品睇落應該係講環保嘅作品嚟嘅，保護海洋啊，保護地球嘅作品。沉江雨生，宋代嘅船隻。哇！啲作品呢，好勁啊，創意無限啊！
新舊混合。唔同地方風俗嘅文化融合埋一齊，好厲害啊！哇！估唔到東莞有一間咁勁嘅藝術館喎，真係佢啲作品呢，完全係唔老土嘅，佢係現代加新穎加未來加復古，哇！勁啊，果然呢啲作品同大英博物館嘅作品真係冇乜分別。哇！好勁啊！哇！啲作品呢，好勁，唔係講笑嘅，真係你唔感受得到。哇！睇下，哇！好勁啊！浮雕加呢個攝影啊！浮雕加攝影混合，哇！厲害厲害！哇！好少睇到呢啲作品啊！浮雕加攝影嘅作品，哇！呢個淡淡嘅彩圖都好勁啊！厲害厲害！
展啊，值得參觀啊！日本啲作品咧好勁啊，作品咧非常之新穎啊，完全唔收入場券啊，去參觀啊 ，good。好大隻呢個碟像，超大隻，貓貓館。神龍再現啊！金龍賀歲，萬象更新。龍馬精神，好嘢 ，good， very good 啦！呢兩隻石獅子都喺度祝賀啊，新春大吉啊！好香嘅茶，乾杯！新年快樂！眨下眼，仲有4日到咧就過新年。